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亲啊，头形、头戆，台语安尼写，头形、头戆，头晕晕的，头昏昏的，台语讲头晕晕，也则是头戆戆。我早起一起床，就感觉头戆戆，可能是感着。我袂晓啉酒，只要啉一杯就会头晕晕。华语的晕头转向，台语讲头壳戆车车。我忽然间感觉头壳戆车车真无爽快。我这阵啊工课真多，大细项代志各拢要找我，是无闲甲头壳戆车车。过来头晕目眩、头昏眼花，台语讲头晕目暗。可能是欠火，只要苦累爬起来，就会头晕目暗，满天钻金条，要杀无半条。我到草地上，第一届入台北城，看到五花十色、闪闪烁烁的霓虹灯，是看甲头晕目暗。若华语的头昏脑胀，台语讲头昏昏、脑顿顿。今仔日规工拢咧开会，是开甲我头昏昏、脑顿顿。工课做未了。小连续几啊天透暝加班，我即摆是头昏昏、脑顿顿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讲头戆、头晕，实在真趣味。